Hello，欢迎收看汤姆叔叔的频道。这个单元叫做1分钟学台语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字呢，叫做安。好，什么是安呢？就是紧。好，增紧紧安。好，就是安这个字。紧密呢，就是紧密的那个紧。好，紧巴。好，又出现一个字叫做密合的密，就叫巴。好，紧巴。紧安。金巴就是很密合，金安就是很紧啊，罐子很紧，那罐呢就安的拍不开，好，物件对个就麻，很密合，这个麻好。那如果紧密呢，要怎么讲呢？好，紧密的是安吧，好。可是没有人这样讲啊，好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紧密还是紧密，好，那金安还是金巴，我们不会去说紧密，好。1分钟学台语，你学会